台湾师范大学最近有一寡学生囡仔加一南管心金主剧团，则会搬高架戏，希望会当甲一款特殊的戏剧继续传承落去。舞台上当咧搬的这出高架戏《金香莲》是由南管新金主剧团甲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学生来合作。这个交加的形式呢，就是前场唱的部分呢，唱的是南管，可是呢后场这个伴奏还有这个音乐呈现的部分呢，是用北管。那它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，让人觉得有缓有快。规出戏用手南管七角戏的传统文戏为主，融合武戏甲北管，展现南北高架是高架戏的特色。这种戏的模式流行伫台湾光复进前，后来真济团转做歌戏团，嘛互高架戏更较衰微。即马除了家己人咧学，嘛伫学者的协助之下，开始培养学生。阮拢用阮家己的家族啦，家族出来学较济。最近有招一寡学生啦，希望讲。社会这个人士吼，对咱这个传统文化吼的重视吼。一开始当然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南管怎么跟这个可以结合在一起？但是学了之后，久了之后，哦，原来它是有它的逻辑在的。苏代表示，南管新金主剧团会使讲是台湾即马唯一通演出高架戏的剧团，希望透过校园巡演，让这个无形的文化资产会当传落去。新金主剧团嘛讲，接落来会到台湾戏剧学院、成功大学等等的学校来演出。记者陈嘉文、李淑凯台北采访报道。